好，咱再来看另外一首圣诗548首，圣诗548首，我是为基督，死得利益有福，我的心目五主会国，你尽中落幕。这条歌和拄则迄条歌，拢是咱进前的圣诗内底有的吼，啊，所以应该大家拢诚熟吼。来，咱做伙来唱第一节。我是为基督，死得利益有福，我的心目主的国，最你心中落幕。嘿，第二谱表吼，我的心目五主的国，迄个国唔好拖吼，迄个国直接一拍尔就接过啊吼。来，咱第一节搁一遍吼。念第二节，做伙来念第二节的迄个词吼，歌词吼，来做伙来。无论智慧本事，也是尊贵富裕，拢献予主，做你器具，做主路用夫妇。来第三节，无论困苦夭饿，也是忧闷烦恼。也为着主尽力传播，也先失志拢无。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就是咱为主来活，吼，为主来死，吼。咱毋是为着这世间的一切，吼。咱来看迄个第三节吼，无论困苦，为迄是读做夭饿，吼，夭饿，也是忧闷烦恼。咱拢甲一切拢交托互主，吼！来，咱来唱第三节，吼！做伙来预备起。咱练习练到这，请咱大家准备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
要得到家己的性命的，为丧失性命；为着我丧失家己性命的，为得到性命。接纳恁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找我来迄位。这是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248首，圣诗第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四道圣经伫圣诗的头前，咱做来念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这日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事，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文，咱来看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47篇，启应文第47篇，详细是以赛亚书第49章。我来起，请会众来译。众海岛啊，就听我的话。我伫胎呢，上主就拣调我。伊予我的喙亲像来刀，搁予我诚侪磨尖的剑。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要顾我靠上主替我伸冤。
我伫遐呢，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往伊。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之作。毋领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咱三甲额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感谢你的看顾甲保守，互阮伫即个日子虽然有拄着恶劣的天气，也通安然来经过。阮感谢你，伫即个受分别的日子，你正今日搁一摆自就伫遮来敬拜阿罗你。请你按空听阮的学乐甲感谢。今仔日也是总会所定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求主保守受交托的所计划的事工通利益顺利来进行，后学院成做正教会的帮站。这是阮也为着阮教会中的兄弟恳求，有失丧的，也有拄着患难恶担当的。心内忧伤失志的，也有出外工作读册的，求主适时的伸手扶持安慰，因的心灵，互因通得到及时的固守。求主也保守阮教会伫17甲24这2日所要举行的分小组的野外礼拜。互逐小组伫出入一切拢会当得到平安，也有真好的联谊甲交谊。伫10月初1日，阮要举行2024年度的中级改选，求主亲自竞选合伊旨意的人来甲主同齐来兴旺教会。这是求主对你来的恩典，伫小牧师的身上，互伊所宣讲的信息拍动阮的心，也互讲甲听的平平得到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这是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今仔日有2位吼，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9节甲15节，第2位是约翰福音书12章第24节到26节。先来读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9节到15节。我来读。我是门通过我这个门入来为安全，通出入入，搁会找到草埔。出来一定是要掠、要抬、要毁灭。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得甲丰盛，得甲真丰盛。我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互人请的毋是牧者，羊毋是家己的。因一个看到豺狼来，就甲羊放地逃走。豺狼将羊夹去，甲因赶散，因逃走，因为因是互人请的。无真正关心羊群，我是好的牧者，我捌我家己的羊，我的羊嘛捌我，亲像爸捌我嘛捌爸。我为着羊放杀性命。搁一位12章的24节到26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仔若无落地死，犹原是一粒尔定；若死，就结真侪麦仔。疼惜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伫即世间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的，为保守性命直到永远。人若服侍我，就对我；
我伫倒位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人若服侍我，我会爬会甲因尊重。以上，这是来赞美请圣乐队交托主，伫主的时刻。正道，这是咱要请旧山教会肖文杰牧师来带咱正道。今仔正道的题目是得甲失。请咱三教来祈祷。是阮人民听通阮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听小阮，互阮会通伫主你的恩典中来成做你所听的儿女。主，阮也感谢你，互阮今仔日，阮众兄弟姊妹会通来到伫主你的圣殿，甲阮众同神的兄弟三甲来敬拜你。阮知这个是主你所互阮极大的恩典，恳求上帝你继续施出你恩典的圣手，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
互阮通常常透过阮所拄着的各种好事来看见主你悠然参与伫即中间。主你互阮也对你的话语内面重新来看见你对阮所定着的旨意。阮将下面的时间要仰望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求你亲自透过你的罗卜，阮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话，互阮听见主你的声，互阮明白主你对阮的旨意，就阮通欢喜甘愿顺服来行伫主你所爱阮行的道路。阮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弟兄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通来到伫咱桃园教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来敬拜上帝。今仔日是新竹圣经学院的即个奉献主日。咱知影即间圣经学院，伊已经无搁再参像过去共款来招收学生。即个是因为为着因应即个世间的变化，所以做出即款的调整。即马即间圣经学院已经真做是牧师，也是讲即个兄弟姊妹，也是中级进修、灵修，甚至是静修的一个基地。所以圣经学院伊会提供无共款的即个课程，互有需要的传教者或者是中级兄弟来做进修、来做装备。这看起来好像是甲过去真无相像，因为过去有招学生，即马好像迄个学生是扩大，真做是伫咱国教会内面所有的兄弟姊妹，包括传教者，即个拢是因应即个时代的变化所做出的调整甲改变。我想通常当咱咧看一项事的时阵，咱通常会习惯来看伊的外表，因为外在的表象是咱透过咱的感官所会通感受、接收到第一手的资讯，所以有时阵咱就会用即个小目的济少，或者是物件的大小、水歹等等这些事，在判断一个物件、一项事，甚至是一个人，伊有价值还是无价值。好像对咱大多数的人来讲，咱会感觉讲，一间教会伊若是兴旺，伊若是复兴，那安尼每一遍咧做礼拜的时阵，检菜礼拜堂就一定爱坐甲填满满。好像我伫10几年前去到伫韩国就是赵永基牧师的教会，即个顺路营教会咧做礼拜的时阵，逐遍做礼拜的时阵，即个要入去做礼拜的时阵，毋是安尼慢慢行入去，拢爱用冲的，拢爱用冲的，大家争先恐后，当冲是安怎？因为你若冲无入去，你就变成位迄个无位位去用坐去了，安尼要安怎？安尼，请你搁伫外口等，后一场较搁入来。因咧做礼拜时阵，毋若是礼拜堂拢充满人，迄位拢无位。一开始的时阵，台前就开始带一寡敬拜的诗歌，大家伫遐真火热伫敬拜。可能咱看见即款的情景，咱就会感觉讲一间复兴的教会应该是爱诚做即款的。总是我要问的是，敢讲一间教会的复兴，拢会通对外在的表象来看出来？其实无拄拄是安尼，因为咱知影耶和华伫看人，也是讲咧看一间教会，伊毋是看外在，伊毋是看外表，伊是看内心。所以共款，当上帝咧看一间教会的时阵，伊嘛是用即款的方式伫看即间教会到底是兴旺，或者是衰微，是富足，还是丧凶，是健康的，也是破病的。意思就是讲，上帝无拄拄要紧讲，即间教会是毋是有坐满会众？伊嘛无要紧讲，即间教会规模到底是大是小？礼拜堂的设备是先进的，还是较落伍的？教会所安排的节目是精彩的，还是无聊的？总是伊一定要紧一项事，就是即间教会的兄弟姊妹，因是毋是愿意认真，愿意较无愿意来听，搁来学习，毋若学习，搁来实践伊的话。最近即几档伫教会界内面有流行一句话，即句话讲无有付袂起的无有付袂起的代价，敢若有看袂见的一个价值。意思就是讲，当咱看见天国福音伊的真正价值的时阵，
咱就会亲像保罗共款，用尽心力，无少一切的代价，就是为着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要来得到耶稣基督当初呼召我爱我得到的遐个，甚至甲家己的性命献上嘛拢袂要紧。弟兄姊妹，今仔日咱诚做是一个基督徒，检采伫咱的中间有即个无共代的基督徒。所谓的无共代，就是讲有可能咱是头一代的基督徒，无即马做一个调查，咱头一代的基督徒，咱会通举一下手咧。好，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无吼。毋知咱有听过教会界咧讲一句话无？讲一代兴，二代盛，三代无无名，四代就即个你请我无用，五代就声名满处经，第七代第六代叫做行踪不明。这个讽刺台湾基督徒的现况，虽然无一定是安尼，总是这嘛加加减减，在点出目前台湾基督徒的信仰危机甲问题。为什么伫基督教的家庭内面，有一寡家庭信主信了哪久，子孙离上帝煞离愈远？是啥物原因？原因检采是因为咱无去看见即个天国福音真实的价值，嘛无有真实去经验体会基督迄个福音的大权能。致使到咱就对即个福音安尼无要无紧，凊凊彩彩。即款的态度，当然咱绝对袂去想到讲要为着即个福音来付上性命的代价，付上任何的代价。即款无小无冷的态度，就会去影响到咱的后一代对即个信仰的看法甲态度。那今日我也要透过即两段经文，重新来思考，什么是得到，什么是真正的失落。其实即两段经文拢是主耶稣用来说明伊甲世间人的关系，还有伊伫世上的任务。伫第一段的经文的内面，主耶稣将家己譬如做是一个好的牧者，所谓的好的牧者，就是会当为羊来多谋福利，毋是为着顾家己的腹肚。伫好的牧者的看顾的下面，羊群会通食饱，性命得到好的养饲，嘛会通过着安稳、舒适、快乐的生活。当即个好霸西像这个野兽来攻击的时阵，好的牧者伊绝对袂甲羊群放杀，然后家己落跑、家己选去。伊会为着羊群的安全，无惜伊的性命来拼命，付上伊的性命的代价，为着要保护这羊群。伫即个12章24节到26节，嘛同款传达即款的信息。其实这两段经文拢在说明耶稣甲罪人的关系，因为伊一个人的牺牲，互众人会通来受到好处。所以安尼看来，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失落迄个宝贵的生命，毋是真实的失落，反倒当是伊的死甲失落，才互济人因为伊来得到真实的生命。这就是得甲失这中间真奥妙的关系。咱知影人的一生，咱伫求学的过程中间，对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的博士班，一直读起哩。每一个人拢咧甲人竞争，拢咧认真打拼。迄个目的是甚物？迄个目的就是要为着得，要得到甚物？要得到财物，要得到即个学问，要得到发展个人潜能的一个能力甲机会。其实最后的目的，大概拢是为着甚物？将来我会通得到一个好的头路，伫社会我有好的发展，有好的名声，过着好的生活。无论逐人咱是从事甚物款的行业，人的一生拢在努力，为着要互家己得到更较侪，为着要互家己得到更较好。对信仰的角度来看，其实有即款的即个奋斗力，实际上是无毋对。因为人若无好好去发挥上帝所予咱的恩赐甲才能，咱就袂通荣光上帝。总是当人努力得到的上时，伊嘛会尽力去避免失去。避免失去啥物？一个公务人员检采会避免失去一个升官的机会。
生理人无愿意失去迄个趁钱的机会，政治家无愿意放弃伊的权力甲地位。一个想要得到爱情的青年，伊嘛袂想讲要失去伊追求心所爱的即个女性的一个机会。所以咱会通小可来总结，得甲失，通讲是一个行动，也是讲是一个意志的两个面。得会互人喜乐，互人感觉人生一片光明；失会互人感觉忧闷跨路、悲伤失志，甚至互人感觉人生暗淡无意义。相信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捌伫即个过程中去谈到迄个得甲失的滋味。咱嘛拢伫得的时阵，捌安尼满面春风，行路有风；伫失的时阵，咱嘛捌经历迄款满面全豆花，行到倒位拢感觉家己介衰，迄款的过程。总是无论如何，迄个就是人生的确会经过的一个过程。咱拢伫得甲失的内面过咱的一生。咱嘛拢爱伫得甲失的过程来找到伊的价值甲意义，若无就无采讲咱的得，嘛无采讲咱的失。总是我嘛要讲，伫得甲失的即个关系内面，实际上毋是遐尼单纯，因为人生有真侪事，伫得的内面有失，伫失的中间嘛有得。有时阵为着要得一项物件，咱就爱失去几啊项物件。总是作些时阵，咱拢忙安那一兼二顾。蒙拉兼洗裤，一举两得，总是往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所以咱毋是得到即个，就是会失落迄个，或者是讲，咱为着要选择即个，不得不得爱放弃迄个。所以咱常常都爱得甲失的内面，咱爱去做一个选择。就算咱较安怎样毋甘愿、无愿意，你嘛爱做选择。毋过做即个选择是真无简单，常常会真困扰咱。所以咱会通安尼讲，人伫一生的中间，咱拢伫得甲失的过程伫挣扎。常常听见有人讲，当初我若毋是选择啥物，今仔日我的生活可能就袂安怎。比如讲，咱选择一个薪水较悬的工作，总是有可能，迄个毋是迄个钱多事少离家近，毋是迄款的工作，是钱多无毋对，毋过呢，离厝。即个工作离厝的所在较远，工作的即个时数嘛较长，身躯嘛会较忝，压力嘛会较大，有当时就搁爱放某放囝。好像咱看见有侪即个外籍的劳工来到台湾，因就是安尼，为着要趁搁较侪钱，不远千里来到台湾即个所在工作，因放杀真侪物件，总是真正嘛有趁较侪钱。另外，有的人是为着要选择一个较水，总是可能较无啥物内涵的人做太太，也是讲除了水以外，可能啥物都袂。那安尼伊嘛爱承担伊伫即个选择了后的一个结果。有一款讲法是安尼讲，处取啦处是一个能力甲本事，舍是一款的即个哲学甲智慧。无能力的人，他就取不足。没有智慧的人，他就舍不得。总是这款的讲法并无完全正确，因为其实无论是取还是舍，迄拢需要智慧。无智慧，敢若有本事的人，伊的取有可能是一件真自私的行为。迄个结果，敢若成就伊个人的快乐，总是造成大部分的人的痛苦，而佫会致使到家己本身的毁灭。这叫做无有智慧的取。反倒转来讲。无有智慧的舍，真有可能是假，或者是讲无意义的行为。所以，这个取跟舍，也是讲得甲失，这是一个真深的学问，必须爱有对上帝遐来的智慧，咱才会通伫这个中间来做出真正确的选择。伫迄个取跟舍这个过程，到底是有甚物才是咱应该爱考量、爱思考的一个点呢？其实对无共款的角度，咱的取跟舍，也是讲得甲失，拢有伊的道理。所以对无共款的角度来看，有可能咱感觉毋对的事，嘛会诚做对。我譬如来讲，伫社会新闻的内面，可能咱常常会看见即款的新闻，就是讲一个老母或者是老爸做人的时代，因为无钱，无钱，迄个囡仔爱啉牛奶，无牛奶粉，着安怎？着爱去超市，去迄个大卖场去共
偷摕物件互囡仔食，后来互人掠着，就去用判刑。啊，这徛伫情的部分，伊安尼做敢有毋对？徛伫情的部分是无毋对，因为做人是大，咱讲啊，即个父母疼囝，即个是天公地道。父母想尽办法，就是要互伊的囝儿会通食一顿饱。总是伊为着安尼的事，伊去做遐个即个伫法律的中间无永稳的代志，伊受人判刑。迄是徛伫情的部分，无毋对。总是若徛伫法律的部分，就毋是安尼。所以，什么才是咱咧判断是非对错的一个标准？用信仰来讲，咱就是倒来到伫上帝的话，因为只有上帝的话是绝对的权威，只有上帝的话，中文讲叫做放诸四海而皆准。所以，搁倒来讲，当咱咧思考直甲实、处甲下、取跟舍，即个中间。咱就不得不搁倒来上帝话来思考，什么才是咱所应该爱识的？什么搁是咱真正爱得的？什么才是咱应该爱取的？什么是咱应该爱舍的？主耶稣伊若伫伊的教示中间，嘛伫伊实际的生活内面，咱来示范什么叫做取，什么叫做舍，即款人生的真理。伫好的牧者的譬如的内面，一个好的牧者透过实来得到遐羊群更较丰盛的生命。伫迄个一粒马的譬如的中间，主耶稣伊用即个牺牲的观念来表达上界的义理的真理，也是讲上界无道理的真理。通常咱拢会通理解讲，一粒马无落伫土里，犹原是一粒若定，死就结实济济。即个道理，通常咱会较了解。总是可能咱较无法度明白的，就是讲。为什么疼家己的性命就丧失伊，怨恨家己的性命，伫即世间的的确保伊到永远？其实丧失也是讲牺牲，并毋是否定性命，嘛毋是藐视上帝对性命的创造甲赏赐，是一个有限的生命所会通发挥甲运用伊的价值甲意义上界悬的一个表现。当然，牺牲也是讲丧失。嘛，无拄拄拢是表现伫死的即个形态顶面，伊嘛表现伫为着正人的好处的顶面。譬如来讲，一个为着社会人群来活的一个伟人，咱伫较近代，无论是马丁路德、金恩博士，或者是即个德蕾莎修女，也是即个史怀哲等等遮的，因拢将因生命的价值甲意义，对个体扩展到规个群体。嘛，对现在来延伸到伫将来，对个体的观念来看，因失去真济；对家己个人的生命来讲，伊放杀真济。总是对整体来讲，伊得到遐会通超越自我甲现实生命的意义甲价值。这点毋是拄啊好，耶稣咧讲怨恨家己的生命伫即世间的，的确保伊到永远。即句话上介好的写照吗？咱也知影基督教的信仰有真济义理，咱若是用咱的有限的眼光去看，通常咱会看了换摇头，看了感觉讲这无可能，看了讲这我做袂到。譬如讲是啥物？讲互人的对比对人客的较有福气，施比受更为有福。也是讲既若自高的要互伊卑微，甲你卑微的要高升伊。佮有讲人若爱对我，就看无家己，拿家己的拿伊的十字架来对我。佮有。若要做事先的，就做正人的路尾，也做正人的车用。这假使好像是违背这个世间的常理，是真无符合人思考的逻辑。总是实际上，因并毋是无合理、无合理。伫咱的实际生活内面，常常经历体会一寡义理中的真理，也是无道理的真理。比如讲伫工业进步甲发展的这个过程中间，带予咱真丰富的物质享受、舒适的生活。所以真侪人为着要得到更较侪物质上的享受，就全力投入伫拼经济这项代志。咱的心思拢放伫咧讲，我要怎样来发大财？总是当咱伫关心讲要安怎样发大财，要安怎样得到更较侪钱的时阵，不知不觉就强化了迄款个人主义。伫个人主义的生活内面，人甲人的关系就哪来哪失去迄个人情味，也是讲亲密感。社会嘛哪来哪冷酷无情。
毋然呢，当咱的生活哪来哪利便，科技哪来哪发达，地球的污染、环境的改变、灾害嘛哪来哪严重。这嘛是伫的中间的一大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德国的独裁者希特勒，伊得到真济，规个欧洲大陆拢伫伊的手中，拢伫伊的控制，总是迄个较属伫无智慧的敌，所以伊的结果就是叫做自食恶果，自讨苦吃，自找死路。反倒转来讲，当咱去看即个咱讲非洲之父，就是史怀哲伊的事业。对表面看，伊伫38岁就去到伫非洲来宣教，一去就是52冬的时间。伫这个过程中，伊好亲像失去了欧洲文明社会的荣耀、地位甲享受，总是实际上伊伫非洲得到的却可较济，甚至伊本身嘛成做历史上真有名的一个人物。因为兄弟姊妹有当时阵，当咱想要做匠事的时阵，咱拢会受到表面还是讲即时的价值所左右。譬如来讲，伫马可福音的第6章有记载，耶稣介无用。耶稣伫天还未光之前，伊就家己一个走到伫旷野，伫遐咧向上帝祈祷。天一个光，伊就爱去行往街头，行往人群，伫遐来医病赶鬼、传福音。对日出甲日落，伊规个人袂输敢若干落安尼酷酷说。后来，伊真无容易讲有机会，想要带门徒去旷野来休困，却看见有真侪人慕名而来。哦，知影讲，才有一个叫做耶稣的，伊有大权能，伊有大气力，讲道有权柄，所以大家拢要来找伊。圣经讲，耶稣看见这个人，亲像看见羊无牧者共款，所以就怜悯因，开喙用侪道理来教示因。后来天色渐渐暗，门徒爱众人四散去找物件通食，因为迄个时阵也无7-11，也无全家，所以呢，只好爱互因紧转去食物件，无会去咬着。耶稣就伫即个时阵，伊行迄个真伟大4本福音书上是有记载的即个5个饼2尾鱼的新约。弟兄姊妹，我要问，若说使咱是耶稣，当咱已经舔鼻鼻啊，咱介忝，精神介歹，压力介大，结果呢？佫有真侪人需要咱的服侍的时阵，那照常理来讲，可能咱会甲提示，咱会甲拒绝，因为咱想要休困，咱想要放松，咱想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咱有可能会甲拒绝。总是咱看见耶稣，看见这些人来找伊的时阵，看见有侪侪人需要伊的服侍的时，伊看因亲像无牧者的羊。弟兄姊妹，咱的主耶稣伫即个中间，咧向这个人表达上帝的疼。所以主耶稣伊就行真大的一个新约基础，致使到在场的人拢亲目睭看见，抑个亲身经历伫迄个过程的中间。英国的即个人讲讲道的王子司布真，伊嘛捌做有过共款的事。有一遍讲伊要去到伫某一个镇，一个小镇伫遐来即个。休假总是人知影讲哦，司布真来遮，这做讲道的，当甲迄个伫遐吼，叫伊一定爱去因的教会开即个布道会。所以伊原本是要休困，结果煞去到伫迄个所在开几啊天的布道会，互迄个城市城镇的百姓属灵的生命，搁再复兴起来。表面上伊牺牲伊的假期，总是实际上伊却得到更较侪的灵魂。伫10几冬前，我嘛有一遍有机会去到伫兰斯伫休假。其实我去是要休假，是要找一个所在安静，真正是亲像耶稣共款，要来退到旷野来休困一下。结果伫迄个中间，去住一个牧师的厝，因为因兜嘛咧开民宿，总是即个牧师嘛真古锥，我还没无相捌，我想讲来住牧师的厝。所以我甲伊讲，牧师我即礼拜吼来恁遐住一个安尼。伊讲好啊，你来，但是我无伫诶。伊讲伊要来台湾安尼啦吼，所以阮就小闪心，我去兰斯，伊来台湾。结果伊甲我讲车伫遐，你家己看要安怎开做你开。礼拜日无人讲道，无请你讲道。所以我嘛是伫遐吼，高不离三种。原本是讲要休假一个，结果就该去准备讲道片。所以伫迄个中间，就
伫即个真香港的内面来准备讲道片，总是礼拜刷了后，有会友开始甲飞鱼起来啊，也是讲长老带我去环岛，迄个长老后来变做因的即个乡长啦吼，伊带我去拜访即个兰师每一间教会，所以伫迄个过程中，虽然要休困，总是后来上帝甲咱拖去服侍，总是服侍中间嘛看见真济上帝的恩典伫即个过程。最后所以讲，听家己的性命的就丧失伊，怨恨家己的性命伫即世间的，的确无伊到永远。伊个讲，即个施比受更为有福。只有智慧的人才会通看出即个逆理中的真理。咱知影印度有一个咧掠狗仔的方式，掠狗仔啦吼，毋是掠狗吼，抓猴子。因会用一个箱仔，迄个箱仔内底会放迄个狗真爱食的核桃。即个箱仔甲开一个小小的洞，迄个洞呢，迄个孔拄好手会通入去。当即个狗手去伸去摸迄个核桃，摸到的时阵，伊手落起来，落起来了就抽袂出来啊。除非伊爱甲迄个核桃放落，伊才会通全身而退。总是迄只狗若是为着讲要摕到即个核桃，伊就卡掉的，卡掉的，即个猎人就来啊，就甲掠去啊，所以即个受掠的即个狗仔，因的确有得到因所意爱的物件，伊有摕到迄个核桃，对，伊真实有摕到，总是伊失去的是啥物？失去伊的性命。所以耶稣讲，人若得到全世界来失了家己，损害家己，有甚物款的利益啊？咱会通对耶稣的教示、甲现实的经验的内面来认捌即个直甲实的真理，搁伫直甲实的内面来做出智慧的取跟舍。咱的主耶稣用即个无道理的真理，用逆理中的真理来甲咱挑战。到底咱要用甚物款的价值观来看即个世界？来看家己的直甲实，来看家己的取跟舍。什么款的代志才有真实的永恒性、绝对性、甲不变性的意义甲价值？但今仔日咱来到伫遮来做礼拜，相信咱嘛有得嘛有失。咱得到是甚物？有可能咱伫遮咱得到亲近上帝、听见主的话、更新活命的一个机会。总是咱有失去啥物无？上世界上加减嘛有失去啥物？我会通原本会通困较久的。结果牺牲我的困眠，是讲我失去甲亲人朋友做伙去户外踏青，去踅街、去看电影，的这机会，是失去一个做生意的机会。毋知影安尼，咱感觉会好也袂好。主要说伊嘛敢讲无人会服侍两个主人，因为伊会怨恨即个，听迄个，是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佮讲恁袂使。恁袂为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我想即个经文嘛咧甲咱讲，咱必须爱伫上帝甲钱财中间来做出一个选择。伫即个中间，重点毋是倒一个较无要紧，是重点是倒一个较重要。佮有伫咱信主了，咱常常讲，咱要甲咱的主权来交互上帝，咱要专心来委身伫耶稣。总是咱嘛好好咧来问咱家己，咱敢真实有安尼？是讲咱要交互上帝，交一半尔。咱要全然委身顺服咱的上帝，总是咱敢真正有安尼？是咱的委身、咱的顺服是有条件的，是咱的顺服、咱的委身是部分的。即个好亲像咱咧甲主讲，主啊，我即间厝，我即间老仔厝，即间饭厝，拢你的啊！即间厝拢你的，我要甲生命主权交互你，甲我的厝。房地产即个所有权证交互你啊，甚至所有的锁匙拢总交互你啊。毋过内底迄间主卧房我的，迄间主卧房我的，所以你会通自由进出所有的即个厝内面的房间的门，你拢会通入去，因为你有锁匙。毋过即个锁匙我的，即个锁匙是我的，迄间我大的，迄我的主卧房。所以即个是我家己要保留的。弟兄姊妹，伫咱的生命内面。咱阁有甚物物件是还袂交出来，互咱的主的？咱讲咱的生命主权交互伊，全然委身互伊，
咱只有听趁伊的命令，毋过，阁有倒一个锁匙是咱摕伫咱的手，无交出来，是咱某一款歹习惯，或者是咱的某一寡邪情私欲，或者是咱的某一寡无下伫真理的观念甲想法。所以愿主帮助咱，无论咱要取什么，要取什么，要舍什么，伫咱做出决定的大声，咱先仰望迄个为咱来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伊为着听咱这罪人的缘故，已经伫十字架顶放杀伊的性命，3日以后搁活。那咱呢？咱敢愿意为着这个替咱的罪来死的耶稣，做出什么款程度的取跟舍？或者是咱要甲咱的主同款，咱一下就甲咱的性命，咱讲要这个放杀。我想这个好亲像，若一个要做安尼，无啥可能的代志。总是咱会通操练，对伫生活中间迄个小小的死，来避办将来大大的死。啥物叫小小的死？就是有可能是讲为着主的缘故，咱好好控制一个咱的迄个爱使性地，也是讲迄个歹脾气，过着一个会通互人感觉欢喜放松的一个生活方式，也是讲对迄个恶杂的代志，咱会通无嫌麻烦，会通用笑面来相对待。咱会压制家己迄个想要报复、想要应嘴应舌的一寡情绪，等等遮的。咱要知影，一个为主的小小的死，会产生无限的生机。所以，愿咱真正会通得到上帝所爱咱得，搁失落迄个主所爱咱失落。伫即个过程中，咱要甲主行同一条路，迄条路就是即个十字架的路。迄条路毋是孤单，总是有主甲咱相陪伴。咱知影有主甲咱相合同在，迄个就是天堂。当咱时时刻刻感受体会咱甲主相同行的时阵，我想迄个是上幸福的事。无论咱是伫旷野，无论是伫风暴，无论是伫即个死荫的山谷，或者是清净的水边，咱拢会通感受主耶稣伊的圣手咧扶持，主耶稣伊的圣手咧牵咱，咧带咱，互咱会通伫迄个生命变迁的过程内面，来感受上帝的恩典怜悯甲疼惜，伫咱众人的中间。愿主施恩赐福咱，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主你互阮通透过你伫十字架顶为阮的示范，阮通知影，阮要得的是甚物，阮要放落的是甚物。主，阮毋情毋愿，将阮要放落的甲放落。主，阮乃是用一个献上的心志，奉献的心志，将阮要放落的，阮犹原献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接纳阮献到伫你面前的，因为迄个是阮的生命所拥有的一切。求你亲自来帮助阮，互阮的生命通学习主你的款式，互阮对小小的死来操练，致使到阮会通伫未来受备班来准备迄个大大的死，要临到伫阮的中间。求主你帮助阮，因为当阮知迄个大大的死了后，阮就会通看见主你迄个国活的权能甲气力，要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显现。求主施恩伫阮众人的中间，阮安尼祈祷感谢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我嘛用淡薄的时间来小可报告即个有关新的圣经学院的即个近况。咱知影伫即2-3冬的中间，因为疫情的关系，致使到圣经学院嘛有受到真大的一个冲击。用去年来讲，因的经费就已经减少500万，无论是补助还是即个金额的奉献，即个拢减少真济。总是学院的这个院长正即个员工，因拢继续搁咧服侍主，咧做主所爱因做的工。伫学院内面，因有真济即个培育的课程，所以因的培育的对象就是拄则所讲的教会的同工，或者是教会的兄弟，所以有开真济的即个讲座，或者是规个系列的一个课程，比如讲有包括释经讲道，
教牧个案探讨，也是讲教牧心理的智商，也是讲灵性的培育，教会祭旗、艺术、灵修等等遮的，要互正兄弟姊妹、教会牧长或者是长级，会通伫迄个所在，会通好好灵修、好好装备，也好好来互家己的生命得到长进。参加课程的这牧长的人数，大概拢伫20个到60个的中间，所以对牧者来讲，迄个嘛是一个在职的进修、在职的教育。所以学院嘛真欢迎咱的教会的兄弟姊妹，咱若要野外礼拜嘛会通去迄个所在做野外礼拜。学院因即个设校到今年来讲已经是超过71栋。所以，因的目标一直无改变。虽然过去有招生，有招这学生，毋过即马因学生就变做所有教会的这个兄弟姊妹，所以毋是无学生，是已经改变迄款的方式。所以咱继续为着即间学院来祈祷，因今年的预算是6700万。所以咱有愿继续伫祈祷中间，为着即间教会来献上咱的。祈祷嘛，伫咱手有开咱的时阵，透过咱的奉献来支持即间奉主的名所设立的学院，愿主赐福咱。这是来吟圣诗第548首，圣诗548首，我是为基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来奉献。咱请殷立峰执事甲萧素娥执事来施献。
咱起立来吟黄恩诗，黄恩诗吟煞，请殷立峰结束来祈祷。这是来报告，报告的大声，请来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咱来读两遍。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仔若无落地死，有原是一粒尔定；若死就结真侪麦仔。约翰福音12章24节，请。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仔若无落地死。有原是一粒尔定，若死就结真侪花仔。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仔若无落地死，有原是一粒尔定，若死就结真侪花仔。约翰福音12章24节。咱掀开周报的第一页，咱只有迄款咱。顶周聚会出席，甲下周侍奉人员，请咱家己来看。也有各团体周间的聚会，主要上课、教育的课程，请咱家己来看。第二页，咱有小组聚会的时间，甲出席的人数，请咱来看。也有奉献的报告，看咱若有订单的，请咱咱的中级，也是咱的办公室来更正。咱掀开周报的第3页。今仔日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咱欢迎肖文杰牧师来咱本会正道分享。请咱兄弟为着圣经学院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第2点，吴牧师受派到旧山教会为圣经学院奉献主日请安报告，请代祷。第3点，副团契改选伫上午10点半等下礼拜后咱到4楼的交会室来举行，请副团契客员踊跃出席。第4点，9月份的定期中集会伫第2场礼拜煞了后，伫701教室来召开，请中集出席参会。会议了要召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9月17到24，因为咱9月17到24是小组的野外礼拜。但是教会本身有缘有礼拜要照常举行，2场礼拜合并伫9点半开始，2场礼拜合并伫9点半开始。9月17，咱要用华语礼拜；9月24日，咱要用台语礼拜。这两个礼拜日，咱无提供便当，无提供爱餐，请咱兄弟特别注意哦。9月消息，10月初，咱要举行临时好会来选举中级的选举。即天嘛是2场合并，时间犹原是9点半。伫遮要请咱兄弟为着中级的候选人来为因代祷，会当选出合上帝旨意、受应信益人的新的侍奉的中级。第二次请咱在席的会员
伫10月7会记日爱踊跃来出席。咱中级甲职事的候选人，咱敬请成立长老王浩杰、黄文光、赖建业成；职事郭明伟、傅基峰、陈义兴、赖建业、赖建成、陈树英、蔡乃平、蔡一如。第2点，教育部审查委员会综合性审查委员会公告，对今仔日开始接受111学年度第2学期励学金的申请，到10月7日中午12点截止。要申请的同学，请照这个需要的资料提供到你各班的老师，也是团契辅导，也是办公室来申请。详细办法，请咱看办公室4楼公告栏的修正第8版。第3点，11月份受洗班要开课，要受洗兄弟请到办公室来报名。第4点，请各区长办公室领取65岁以上9月份生日关怀礼券，来做适时的探访。具体消息，本会陈宏春兄弟伫陈素颜结束的丈夫，伫9月7日望子温调，享年68岁。定伫9月15日拜五下晡1点30分，伫桃园殡仪馆怀远厅进行入殓火化礼拜。9月16日拜六上午9点半，伫教会举行告别追思礼拜。10月7日拜9点举行安放礼拜，要伫恒春基督教墓园，请关心代祷，安慰遗族。教界消息，鼓励兄弟接受传福音的训练。10月份开始，对怀疑甲相信培训中心的个视讯课程伊有分基础班甲装备班请咱详细来看。要参与的，请咱详细来看。第2点，北大女宣道会灵修会甲年会，地点时间伫11月16甲18，伫花莲请咱要参与的家己来看。以上的报告，这是请补充报告甲介绍，请黄团进长老。咱非常欢迎，甲感谢鼓山教会萧文杰牧师来咱本会正道甲分享，互咱更新咱的性命，咱起立，咱拍鼓欢迎谢谢。敢有今仔日是咱新朋友第一遍来咱教会，然后徛起来无？谢谢以上谢谢。迄个牧师有带一新兵来，互咱拍鼓加欢迎，谢谢。好，多谢嗨。来，咱来念祝福册签的诗，祝福册签的诗伫396首，396首，打灭散会求主赐福。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萧牧师来做祝福的祈祷，祝祷。阿弥陀会求主赐福，我愿心中上快乐，爱家家人亲爱互助，欢喜本对主靠谱，对主靠谱。
但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无限的恩典，天父上帝永未变换的疼痛，圣神的气力扶持帮赞甲引带点伫恁众人的中间，互恁常常主神看耶稣来知影，什么是阮所应该得，什么是所应该失。伫即个得甲失的中间，通来荣光主的圣名，利益主的圣国，祈祷祝福奉耶稣的名，阿免。请坐，祝歌。电乐灭倒。咱行平安礼，请咱咱的头前后壁讲平安，甲主同行。对啊，是咯。咱的车吼，6196的6196的车，请咱到地下室来刷你的车吼，也会去上着吼。